这场由台南市新月音乐艺文协会主办，议员曾志杰服务处、陈怡晶、周丽金、李中廷、林冠伟、周义奇、吴宇环等议员，还有东区关心里办公室、中华圆梦公益展望会、会校唱片协办，邀请侪位歌手做伙来演唱经典的国台语老歌，甲社区长辈做伙回忆青春时代。爱情的力量，烧出来有需要的力量。爱情的力量，英雄也为情来理想。出咱的梦，愿意美丽的人。是心宝贝，传世英雄。议员曾志杰也亲自到场同乐，并以甲社区长辈问候致意。曾志杰讲，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，希望透过活动唤起长辈青春回忆，嘛也感谢新月音乐艺文协会给这个机会，做伙关心咱的长辈。因为我们现在是老人化的社会，那所以呢，宜晨理事长他有一些想法，他觉得这些长辈好朋友，我们要勾起他年轻时的回忆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有这个引领风骚的音乐会，那邀请来现场许多知名的这些乐手，那很特别的，等一下会有这个英俊小生刘尚谦影帝。哦，对，影帝已经来到现场了，他等一下会帮我们做一些演出。那身后呢，现在也很多的老歌在演唱当中，都能够相信呢，现场所有聆听的长辈都可以勾起他们年轻时的回忆。那芝姐很谢谢宜晨理事长给我这个机会，跟他一起来协办这个活动。这次曾志杰议员呢邀请我们来到了这个千禧公园呢办这个音乐活动。那这边的里民呢能听到了一些金曲老歌然后我们协会呢也有出了5首新歌，希望呢各位呢能带给我们这边呢更热情的这些银发族，然后这边里民呢能受到满满音乐的关爱。今天我受到邀请来的时候，他们说是老人服务，我想想看，我71岁了，我也是老人，但是想想呢，我是来回馈大家。如果当初没有大家去买电影票，大家不看电视剧，我也当不上男主角。所以今天来做一个回馈的服务，也感谢给我这个机会。当然，在台湾任何一个地区，只要有社福公益，就来找我就好了。虽然只是社区的音乐会，但前来表演人全部拢实力坚强。有资深的艺人刘尚谦、歌手尤一晨、许其成、小燕子、狱中、律师甲黑龙等多位新月音乐艺文协会朋友，做伙用音乐陪伴社区长辈回忆青春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